黎明演唱會尾場，核心內外圍觀眾嗨爆，大嗌唔捨得。我相信黎明都好明白呢一個道理，咁所以佢喺呢個演唱會尾場嘅時候咧，都冇慶功，即刻翻屋企休息。尾場啦，真係尾場啦！Leon上星期正式完結8場演唱會，晏晝就有粉絲去到退票處排隊，睇下有冇人退票，想搏睇多場。你邊度嚟㗎？我東莞嚟嘅，之前睇過㗎，又想睇啊嘛。睇第幾場啊？睇第3場。我從韓國來的。韓國來的，我以為普通話這麼好。哦，因為Leon學普通話很久。哦，你喜歡他多久了？25年了，我第1到第8天全都看的。明白我意思？明了，你花了多少錢啊？花了，那就是最前面的位置的啦。昨天跟黎明一起摩天輪了。他有沒有跟你說什麼？說就是一點點的韓文，見到你開心就是翻的韓文。呢晚就輪到呢4位女 fans 同 Leon 浪漫共處喺摩天輪，你哋就好啦，恨死我啦！一開 show 就唱快歌，核心內圍嗨爆！核心內圍都唔弱，周圍都逼爆啲人啊！高峰期仲有成萬人，熱鬧程度拍得住維港放煙花。嚟聽得黎明，梗係唔會空肚咁聽演唱會啦。雖然燒雞翼同龍蝦就唔見有，但係就有人用紙皮盒搭張飯台食大餐啊！拎埋成箱飲品、凳仔、帳篷、充氣床，連望遠鏡都出動埋啊！咁撐場，黎明都好關心外圍嘅朋友仔。今朝出邊仲有啲朋友喺外圍嘅朋友，大家都注意安全。無論係慢歌定快歌，都嚟個千人大合唱。10點 Leon 又喺場內大玩直播 ，Go Live！各位朋友，我哋喺外圍喺度祝大家一齊快樂、傾情、祝大家。雖然歌都未唱就斷線，但 Leon 咁識運用社交媒體，當然博到好多 like 啦。今次演唱會波折重重，由開唔成 show 到 Leon 出嚟勇於承擔向大家道歉，又場場爆金句，仲唔介意外圍嘅朋友一齊聽。難怪繼發哥、華仔，網民大力推舉黎明做娛圈嘅特首候選人啊！我哋集體回憶嚟㗎嘛？點樣集體回憶？佢嘅歌係我哋中學時代嘅歌咯。係即係拍拖。係啊，好開心啊！總之成件事咧，好似喺而家香港咁有少少負面嘅情況之下，搞一啲咁開心嘅嘢咧，但係與眾同樂咯，好開心啊！因為佢真係企咗出嚟，同埋好承擔，所以令到個心咧就突然之間更加中意翻佢咯。佢個人都幾機下講啲嘢，係啊，係啊。但係你欣賞佢嘅？都欣賞嘅，係。不過有時唔係好明佢講咩咯就。雖然係尾場，但 Leon 準時完 show 冇 encore，入場嘅 fans 都好唔捨得啊！最好去再加場咯，係啊，加場再睇。有冇眼濕濕啊？唔好講我眼濕濕㗎啦，我喊啦。粉絲又唔使咁傷心嘅，開心嘅回憶傳入腦嘅 database， 學 Leon 話齋。我相信亦都將會係大家另一個新嘅開始，繼續希望大家可以做多啲開心嘅嘢。我都有去
睇啊！咁啊，多謝 Leon 啲飛啦，亦都多謝子傳啦。咁啊，其實咧演唱會真係睇唔少，但係今次咧真係一個全新嘅體驗嚟㗎嘛，睇佢點樣危機處理啦。而另外成件事又有啲攤位啊，咁又同人哋坐下摩天輪咁啊，又賣下嘢咁樣樣，真係好似成個外國演唱會咁咯。嗱，其實咧 Leon 喺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嘅粉絲啦。咁今次咧亦都可以叫晒地嚟香港嗰度睇 show， 可以促進到香港嘅旅遊業咯。係啊，佢直情係好似旅遊大使上身咁啦，又 Welcome to Hong Kong 啊，咁啊，另外又出邊嗰啲小商戶都做到唔少生意啊。嗱，講真，呢幾場咧演唱會咧，無論係核心內外圍咧，都圍滿晒人㗎啦，好似一個嘉年華會咁樣啊。